乡亲好，我是王小琪，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今日俩下呢，是到南投县水利乡民福村。跳过呢，俩大伯运到白沙埔，因为跳过嘅行业，来到俩大伯开放大拿，看到慢来位都系白了，所以运到白了埔。又因为俩大伯系老年出面铺落甲嘅位所，所以运到白沙埔。跳过种窝窝、种槟榔、种甘蔗，俩台体都系种抢吹果子下倒。尤其呢，看到俩信号，眼贵太偏，俩个风季结染哦，俩个季节染。唔讲大家唔知哦，佢俩细细个民福村系全台湾俩风季节染吼，俩风季节是占有7上安多个山区哦，就得讲系全台湾大跳名诶。到底俩个白沙埔透过安尼行业大概为所，佢个产业、佢个文化，还有佢个观光，到底佢个过去现在到未来应用嘅发展，安尼俩行业批去到架动树下，安尼强下开讲。开会了！大家呢都听恁讲跳来到，安尼俩下开会个现场，大家都看到，安尼俩下呢都系在白沙埔，俩跳有200人水界，俩个大架洞树下都开讲哦，真见阿曼又跳过哈种，安尼大架搭做古个情况哦，现场也看到当安尼白沙埔个乡亲朋友都始终强下，为了安尼强下关心，俩下民福村几个跳过，俩下还有未来，影片呢为大家绍介基本参加个特别来宾哦，安尼体育会绍介系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农务发展科的科长吕文林吕科长，下午好。大家好，欢迎科长。听议会里边呢，安尼绍介系安尼两个水利乡个大家长系乡长龚两汉龚乡长好。大家好。第三位里边呢，佢系复杂的代表，佢系看到，佢系暨南大学观光呢个教授，同时间呢，咪系台湾乡村旅游协会个副理事长郑喜芳，郑先生好。大家好。非常欢迎呢，三界里边都老安尼强下到了白沙埔安这个所在来开会讨论哦。现场安尼安热情个民福村白沙埔个乡亲朋友，也老全国个乡亲朋友问好，大家好。大家好。哇，大家的真心真景阿蛮好哦。安尼讲到啊，那个水利乡算系南投县自种哦，所以下东岸个位所。今呢，佢跳过因为系伐木业非常的兴盛，所以按做系小台北啦。看到了民福村个位儿就系在较减山。将近靠近日月潭的地方，因为呢跳过吼，佢个农产品非常安丰富，所以又叫做是水里的米仓哦。看到了安点前个所在，佢系度了潮水海个水源头，潮水海度了大伯民福村度在了好把孙哦，所以跳过了个内容非常安配哦，种出来东西非常好，所以就按做系米仓的。你先跳过一段样片，你图大家先来好好认识一下，了非常阿曼酱阿曼点前个白沙埔。水利乡个民福村就在山脚下潮水海顺头，系一只点前配角个农村。跳过北埔个行业，来到了大伯开放大拿温家乐福。本单慢来会看到亚线白了，行业就按做系白了布。又因为系婚姻老年出面夹个个位所，所以又按做系白沙埔。白沙埔吼，大部分是北埔下来啦。都还新做啦吼，还有苗栗，哦，一片过来。新做个安尼个祖先拢来了竹烂啊，做进转山啊，所以讲发现到安尼岛个土地，因为做进按到白个啊，所以讲让它好白沙埔啊。白沙埔民福村就在潮水海水源头，有东丰富恐怖之界光辉水源，农产品一定好。跳过种窝窝老枪儿下倒，两下系贵重下贵抢翠，还有规划了到经济作物，尤其风季节，这个数量到品质都系全国第一。大众热跳讲，贵片抢油个节日，中途抢儿下就得赚热跳，温差油太，特别适合女种。两下贵村总面积有30公顷，当年年产量有500-600公吨，全国市占率有7%，佢又系一种动用客家木业菜。
跟好，安尼行业大部分特别拢大概比较靠山的地方，啊，山的地方就很多溪谷啊，哈，啊，个溪谷顺行吼是袂上个季节，啊，特别若银行落的时间吼，啊，揣摩拉子去个溪谷行去深个季节啦，吼。虽然俩大不改结冻后，不过在介绍景合到重出品牌。班长是没有人要当啊，因为都是要牺牲奉献哦，所以没有人是大家有那个意愿，但是没有人要当班长啊。民福村地下总结又为农民协育的又为么东南景合统一品质，但强买本反呢也系国粹西冲，理顺嘅空间也每台经经东打松。还有普通的民众冇乜嘅晓得料理，西冲也会受限。碱酸哈，按削削啊，一般的家庭哈不会煮啊，也不会嘛唔会煮啊，成因都嘛唔会食，所以拢干那饭店哈，涨就干啊，饭店就固定的那个消费量嘛。民福村后山后水行业大病，从跳过嘅水利米冲到9年大体通过後，產業轉型，文化也會發發。村民希望打開漢卡島客家產業之路，當然是要學習老天修。前期係冇少屆大家都唔知哦，你細細而家中挑長千個沙嘅見面田，佢到所種出嚟嘅風季節啊，全台灣嘅市場都有7上紅果，你自己係當特殊嘅力哦。呢呢，呢度現場又會對好好少屆呢個產業，呢度搶到嘅係呢農業合作社廠長也來到現場了哈。如果說消費者想要請問，我們民和村的過貓哪裡好？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过猫很漂亮哈，它其实它没有什么病虫害，所以我们很少喷农药，而且哈，我们在浊水溪岸哈，它受到浊水溪的溪水的冲刷哈，所以它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吃，跟外面的比起来差很多。就它营养素很高呢哈，那当然，然后再加上你们就是精挑细选的哈，所以这个菜叶子都是挑最嫩的来卖啦哈。对，没错。它这个菜叶子很像那个小提琴的头部哈，卷卷的，这个吃起来很好吃嘛 ，QQ 的。那我想问一下说，像这边也算是比较中低海拔，大概400公尺左右，它好像天气上也非常适合过猫来生长。对，没错，因为我们这里日夜温差很大，所以它孕育出来的过猫哈，它会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嫩，非常好吃。我们现在村里面种的人大概多少？面积多少啊？目前根据我们统计哈，目前所种植的面积大约有30多甲。30多甲都是种过猫，对，没错。那农户大概多少啊？人数差不多将近100位。这是逐年都有上升的人数吗？对，可以这样子讲。那我们很好奇哈，像我们现在乡内都是村内都主要在种过猫，它的产值如何啊？产值哦，差不多1年将近上千万左右。哇，小小的一个村哈，他们种过猫可以有这样的收益。那现在我们这个农场的合作社可以帮助农民做一些什么，或者你们在共同运销上是怎么样发挥效能？其实像我们这样子哈，我是希望说我们的上级单位啦，包括我们的县政府，还有我们水里乡公所，还有我们农委会这边、客委会这边，是不是能够极力的辅导我们这特殊的产业？因为这个东西，这个过猫在市场哈，我们这里算是全国第一嘛。对。如果好好的推荐出来哈，把它建立一个品牌，是不是人家就会想到说，我要吃过猫，好的过猫，优质的过猫就到民和村，水里乡民和村过来。讲到过猫，想到民和，希望可以创造那个差异性，把价差拉出来，很重啦。谢谢我们的美丽厂长。好，还有其他嘅乡亲朋友，7家种了嘅风季节，都种嘅果仓，又多多嘛嘅问题，也做得食了机会了，安尼分享，也讲提出意見的麼？請開手。種嘅季節吼，感覺講季節係一個有機接近有機的這個植物啊哈。第二個，但是我們那個cái季節哈，變到講在種的過程中哈，有很多的可能品種啦，而且它的種植方法、它的加工啦、它其他的推銷這方面哈，其實都還沒有介入啦。等於說，它是一個
一个等于处理的这个。所以咱说系农民七家哦，就是漂天也好，也讲七家体对种，冇嘛个，比如讲像农会啊，系讲又嘛个技术方面个辅导了下少系冇。几乎拢还冇啦，刚刚你就在看到很简单的一个营养成分表那样嘅。所以我等希望讲吼，透过那电视台啊，客家电视台这样播出去，大家有对这个产生兴趣啦哈，就会做一些研发啦，是刚刚讲的像那个品种啦，还有种植生产，还有那个变成加工。包括那些土地的利用这样子，各方面嘅提升还很细啊哈。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这边我想先请问我们的乡长，说起来我们是全国市占70%没错，但是70%那么高的量也只有种30公顷啊，也不算大，一年的产量大概只有400-500公吨，所以是不是相对推回来讲，就是俩全国嘅乡亲朋友实际嘅研究并唔系顺提到，所以透过你向讲说，系咪上会度上办法，不含卡动因类认识，所以有推出这个叫做水里益寿菜，延年益寿的益寿，对讲到了解鸡啦，这个营养价值更丰富，是为讲不含卡动因类接受了解鸡，因为它有烟碱酸，吃起来黏黏的嘛，了解口感的部分嘅克服，还有一些创意菜单的研发，系咪向讲说之前就做过，不过了新豪方面又好么，大家又接受么？因为吼，印尼遐吼，遐保存的技术吼，印尼含摸清内方啦，摸清内方。改下吼，印尼公司是麻烦印尼合作农场吼，来到印尼做吼，但是吼做了摸清好吼，做了摸清好。咱就系讲印尼公司掠片吼，印尼农业课吼，做得到印尼合作农场掠片吼，印尼我哋袂个研究看啊吼，看用乜个办法吼来保存会比较久一点吼，保存会比较久一点吼。韩国教因用办式吼，因为遐季节吼，佢就唔是食做嘅啦吼。韩国佢系一种嘅吼，养生菜安用啦，有矿物质的野菜吼，有野菜。所以它系做得豆推广啦，可能推广方面嘅工作更重要。好，感谢向总，我先请问一下农业处的吕科长哈。刚刚我们乡长讲到，我们的这种野生的过猫，其实它真的非常容易一长一生，而且全年度都有好收成，所以不用怎么喷农药。刚刚我们看到厂长他所展示的那个桂猫，就有贴着吉原谱，代表是安心无毒的农药。可是事实上，我们来采访也知道，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遍地生长嘛哈，所以有的时候乡亲为了冲量，它有时候也没有在这个农药上做全面整合的管控啦，就是有的喷有的不喷呐哈。如果像现在的一个消费市场的倾向，都是希望走安全无毒，至少是一个农业安心的追求。我们有没有想过，既然它是全国第一耶，这么一个特殊的条件，我们有没有想过塑造自己的品牌，整合它的品质？往有机方向走呢，还是往安全无毒方向走呢？来拉高它的品质，来赚得更好的利润。那我们现在当然是符合市场需求的话，就是以健康无毒。那因为它是个原生蔬菜，如果在做有机栽培的放，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这一个过程，认证的过程是有一点漫长，那可能就是要生产者以农政单位配合。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在品质上面，因为我们在民和社区合作农场，就是做大家共同运销，在这个品牌上，就是由水里民和这一个社区，就基本上我们市面上接受到的，可能就是民和社区的过帽了。那如果是建立品牌，可能就是直接还是以民和这个社区的品牌为主，这样大家才会来认识到我们整个水里的民和的这个过猫。那这边高雄我会请问吼，你下因为大家现在生活都也是动态吼，所以你下大家都动向往可以回到农村或走进山林，那种所谓农村体验型的休闲农业的一个模式，动许多分样呢。你来到了你个白沙布，看到了边种安多的东西安好哦，你其实都有潜力、有潜力来做安样的事情么？马个建议。苗河村叶片哈，甲讲安尼结蕊哈，生产量全台湾大透明嘛哈，他搞出设过那种东西哈，但是呢，当然唔伫讲结蕊哈，虽然用个种出来的哈，个甲有人讲到讲，虽然要种采用个煮。
真好食吼。特别伊传统食是从因煮好的食都以后食，但是即个哪做伊料理的法吼，可能是唔晓煮好，煮吃了无食，煮吃了个安尼东西无嘛个加切样的吼。但是我从发展观光的一种方向来看吼，也有合作社。对呀，种植的面积要按台哈。一般发展观光来讲，大部分是针对人都市人哈。都市人都市场买菜，伊根本唔伫遐菜都奈来哈，买到要种的全部唔伫嘿。系唔伫，嗰要买到较贵嘛哈。嗰个也当到都市人咧，伊要介意家下做来乡下了，一种最近当流行啊，就讲按做食材旅行。而家香港嘅当地都乌卡斯嘅菜，所以那些都来种出来哈。嗰個政府發展農業觀光一久以來哈，有一種挺重要嘅做法，就用名貨嘅結論來看哈。都市人來到以後，看到按太片種出嘅面積，就看到東江好料啊哈。第二個呢，係咩有辦法嚟轉型，變咗講帶動一度遊客。是去後街，係是去後街，後街係盲睇啦嚇，搞唔樣嘅就煮結菜，好，嗰時候呢，你知道結田嘅附近呢，就又好看又好窄，又好嚟食嚇，安尼變係對都市人嚟講，自家食都冇嘛嘅呢。但是對都市人啦，就導遊趣味，尤其講佢帶啲生意嚟鄉下，係一種同好嘅教育嚇。好，非常感謝教授，佢提供一種性嘅觀念。我哋兩面鄉親有想到冇？你自家種嘅結然啊，人把要做得可規劃開放一下，本都市人本其他問題下，呢度了答冇做得自家後街自家煮哦，增加佢嘅興趣，更加轉到佢嘅武客過後要做得宣傳啊嗬。你係咪有一種好辦法？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根本也有農會嘅推表呢度現場。杨主任你好哈，现在的乡亲朋友来发展体验农业这一环，像刚刚教授讲的，你觉得是可行的吗？应该是可行的，可以透过我们农会的推广部门，向全省的农会推广，他们需要的话可以到这边来体验那个现场采收。刚刚公署也讲哈，他们要推出这种创意食谱啦哈，还有那种冷冻包装，这边农会我们这边的结合，可不可以互相帮忙啊？可以。谢谢你，我们谢谢杨主任。接下呢，我们发现到，其实了解全国大条面了解风季这个产业都民福村，其实它还有动态的发展空间。你也讲到，了解白沙布跳过叫做水里米仓，它当然不只是只有过猫这么简单。你也看到，了解白沙布用个讲是了解水里的米仓，它算是一个粮食之仓，就是农产品动丰富。你看到记得还有其他的产业无？看到像是了下。这是方兴未艾嘅规划产业也有了哦，对，安尼民福村确实紧种紧稻都动有名，还看哪一种系咖比，咖比安尼讲，台湾大家都知啦吼，台湾都有种咖比，讲到台湾嘅咖比，大家上多嘅就系国香，其实唔单只系国香，安尼了下水里嘅民福村嘅那个左岸咖啡咪确实紧有名，就在潮水海嘅水烟条、水烟条总会咖比冻好，那个讲到规划产业，佢也冻特别咯，佢系南条水利发挥了下有一个全台湾体育早嘅规划产校办，你讲规划挑过之景观树种啊，顶多就种在门前门后，了下你下种嘅俗啊哈，不过了下规划去做啲走豆应该利用，它闻起来很香，人家说桂花无风十里香啊，慢来会皮多安香嘅梅头，大家心情动向送，所以它当然也可以发成一个农业休闲的一个模式哈。你个透过一团样片，你实际来到了白沙布采风，你都看了解丰富农产品嘅故乡，佢到底有哪条嘅等一下嘅位数。种读枪儿下嘅咖啡树，一般长一条，一般一条晒，有利用冬天温差大嘅体现，还有利潮水海水大嘅体力优势，种出好品质嘅咖啡，两味系民福村白沙布嘅骄傲之一。咖啡为何啉？很较重要嘅就配咖啡嘅技术。详细看啊，了每条过各种人用嘅艾米机。因为半路出家嘅农民，啥都有巧思，电都利用球机器做出好咖啡。我做台别转来哈，做咖啡，发现到也做啲爱国嘅，应该就做啲爱咖啡嘅腔样啊，怪看啊，怪到当好用，比真巧嘅，也系因台湾人专门去做嘅，怪伊比较好。
咖啡风嘿，咱上讲了休假真好。真紧系日减2句，好介种植环境，用心介配咖啡技术，又系水刺的。用日本白沙布咖啡，大摆都卖到5大卖。老母介咖啡冇强用，俩探见往世界茶水，又是咧介清香味，佢系气长杂好咧介桂花茶，咪系明福村你下最稀罕介新山药。主人小径都桂花染毒，完全用手摘，一堆冻完整介桂花。桂花要哦，要选新鲜的。对啊，快要凋谢的不采。采下来你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做一些桂花醋啊、桂花酿啊、糖桂花啊，然后还有那个客人会买一些新鲜的桂花，他们回去自己加工。就是按用冻腌介桂花。桂花唔但强捆酱，还卡有经济效益，是为打出品牌，还做得减做又含滚工，无论何路也系行业都特别好。中部以北客家族群都会送那个桂花比较多。那桂花它代表意就是带来贵气啊，早生贵子。那桂花大家都会喜欢把它种在门口。那门口的时候我们出门或是回家的时候都会遇到桂花，所以说它代表显贵的意思。无论咖啡也系桂花产业，杜明福村底下都系掌柜时停，是为有未来，从介人数到产量都会见来见到。为了介产业运用嘅桂花结果，底下就会做好充分准备，到把握风向。对下介样片嘅小齐小珍讲要采新鲜的，好小新鲜的两片捆到吼，爱看那一炸。这个香味，这种清淡的香味真是无远弗届，那闻起来真的让人家心情舒爽。了就系种出咖啡的音，了解范先生吼，范先生爱请问一下，像了解花嘅品种吼，都安尼了解明福村了边种哦，你系有特别跳脱过几个品种么？种起咧几个山桂也好，几个讲几个体质系好，嘛个特殊性做得到安尼少解一下么？我们现在产销班大概有将近快20位在水里乡大概有10几公顷的产量，都是种桂花树，对，都是种桂花。那目前桂花是比较属于景观的作物那我们希望有关单位能帮忙辅导就是加强一些我们的那个产品的研发，对这方面的辅导。所以桂花除了说观赏捆酱之外它的副商品昨天讲副产品副商品的研发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桌台上也有，就是来自于我们农场所出来，这是什么东西？那个是糖桂花，是干炒的。就是这个是先采的桂花，然后加糖拌炒，是直接吃吗？还是？它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茶用。然后接下来还有看到一些像这种蛮知名的桂花酿，也是你们做。那像你只是单纯种桂花，怎么知道要做这一些？中间是经过什么过程啊？因为在种植桂花的时候很多朋友来都说，这个桂花对加工的那个产品呢，他们都很希望说买到台湾的自己种的东西。那目前在桂花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仰赖那个大陆的进口比较多。是吗？对。所以如果说像这种鲜采桂花也可以利用，然后其实消费者也接受度很高，希望自己的农家可以做出这种副产品。那你现在在做这种副产品，我看你至少林总总有2、3样，你觉得在做这些副产品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加工的方面如果说有产学的合作它可以提供我们比较新的技术或是研发这样子，这是农民比较弱的地方。我可以问一下吗？在整个产销班里面，你是年纪最轻的吗？对，年轻的，因为乡下年轻人要回来创业实在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就在讲到这些研发技术或者品种这些，其实都需要帮助呢对。OK， 好。希望有关单位。好，你系提介范先生去提出来种桂花嘅问题，还有关系到你白沙布，还有其他嘅农产业嘅问题，也做咧食了机会，过来提出问题嘅么？个开放一个向前。先生你好，我跳下看到样片又少介，你种桂花又名，种咖啡那个左岸咖啡，很美，了下天天都那个白沙布也可以去做起来。你了下种面积极翻你对主打的咖啡嘅品质很用得好呢。台湾的咖啡很难推销，都是进口的尖
97%，台湾自有的生产的只有3%，所以说还有上涨的空间。但是呢，有问到问题，遇到瓶颈，就是说台湾的工钱啊。当贵啦，老进口的金钱吼，较无金钱哩。但是呢，因哩都会做好啉的咖啡，好喝的咖啡。你都系七家做七家品牌七家卖啦吼。所以讲，也讲这个产业要紧控紧台，可能需要大家可以一起来，才能够形成一个规模产业，还很需要政府部门的提手吼。我感觉吼，我们。种这个咖啡的咖啡农都是在单打独斗，所以说要把这个咖啡推销出去，实在非常的困难。好，感谢大家向前去提出的问题。你眼皮在抢推档那边走非议呢？科长，刚刚其实有2大产业代表的乡亲，他们都提到了种桂花。我们讲到桂花，其实在我们南投的民间，这桂花也很知名，显见说这个桂花产业慢慢的在扩展了。在民和来讲。其实好多的乡亲朋友，我看到你显聪台提都会龙音嘎哈豆，都是老年人口居多，年轻人都外流比较多了嘛他们刚刚反映到，就是研发还有技术方面的能力，真的需要再强化。这方面我们县政府其实过去做了很多帮助。针对这边，你听到他们的声音跟需求了吗？目前我们的研发都是由学术单位做一些研究，然后进行原产品加工之类的。对，然后目前又有许多那个技术研发的课程，对，就是第2专长，甚至是农民创业，等于是农民创业或是政府去辅导的一些课程，都可以报名参加。那报名的那个就由公所或是农会，甚至县政府。这边我先请教你个高修啦高修，我们讲到桂花，其实那个北部的那个石碇。他过去也是种茶哈豆，所以他也种桂花来搭配茶产业，从爱用改副产品来天天走出来。你看广东庙里改南庄有个名闻遐迩的桂花巷、桂花巷，可是我们知道其桂花巷并不种桂花，它是先有巷才有桂花，可是它也一样透过文化产业的模式，把它整个炒起来带起来了。你看民福了下改阿启先生，他也开始做这样子有机的桂花非常的香，那他也开始做这种研发。你启动都公共嘅构图，为农民来创造汉家多嘅利润两部分，汉做得做嘛改喏？一个部分甲因就介绍讲，民福一片除了结以外还有咖啡，又还有那桂花嘛3种东西对于都市人来讲，实在是当有吸引力啦故说民福发展农业观光来讲要3种一天来结合起来，比如讲来一片的人，唔要讲抢来看桂花，也系抢来摘结，也系抢来食咖啡变咗3种连起来以后，佢变咗佢啲停留的时间就多的嘛就单讲了把纱布做得行3只点，不是只有玩一个，已经容易做得按用停停的行，停停的往系冇。唔会差，因为讲做观光赚钱因停那一片的时间一天较久的喂，也因民福的地方就请较大上就讲，大家可能就经过一下就走脱了嘛冇停较久的喂，赚唔到钱啊较讲较拍的喂，但是停久呢，一天比了的地方、湿的地方、高的地方要多，3只产业，迄强较结合起来，就规划产品未来是不是当有前途啦？当有前途向总，你谈到你教授按用建议，你的指导、你的看法是按用吗？指导认同你巴萨布两片了3种的产业认同既然拢做得来结合起来啦。系你公所两片你公所农业科两片我哋咪会尽量来既然辅导。好。所以呢，其实呢，正家豪宅为我们的民和村把脉看到了系有滚滚闪入个蔬菜，然后香港所也讲会好好答辩其实呢度了答无真紧系乡亲、乡亲全部亲人的非常安详，也动入弥途，了真紧大家来好好运送往了了上班中讨论中，记得该菜地产业用而发挥，你先学看一下，毋过就学看个细节，你会图大家来看，用班讲了答无了动入弥途个个小众挑交通特别就农民做新那个农民乐团记得平常时讲中就汉的时节，记得就会爱hen呢从善果，了真紧弄特别，你可以看下，也来好好运送一下，记得该节目，整个转来继续讨论应该产业发展。
大家呢个天然强调来到出面台会界讨论现场，通过咧好通界那个农民乐团界音乐。看到遐现场有伫动电影界个小妹妹、小朋友哦，因为跳下安尼的讲道，了达要出体中风去解冻有名之外，安尼个规划，安尼个咖啡产业也听出咧今日的有名，尤其动特别咯，安尼白沙布了个民火国种哦，都叫伊去台体统重建国校，了学生呢快时助兴了个咖啡社，这咖啡社团，我来先请问一下这个可爱的小朋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薰云。薰云哈，现在几年级啦？国三。国三，你是咖啡社的社长对吗？对。我想问一下，好，民和国中的咖啡社老师都教小朋友们什么呢？从那个摘咖啡，然后到烘咖啡，到基本的泡咖啡，还有华式咖啡。是哦，所以你有实际到咖啡园里面去认识咖啡树？有。摘过咖啡豆？有。嗯哼，那老师在教你们冲泡咖啡，像我这边眼前看到的，这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是手冲咖啡。嗯哼。就是把这磨好的咖啡粉它放在里面，自己手动来冲咖啡，这跟那个用机器泡出来的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你觉得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比较香。比较香哦。其实呢，薰云社长他在冲泡咖啡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已经闻到这种非常清香的咖啡香味，难怪这么多人为之风靡哈。这咖啡是学校自己种的呢，还是我们社区里面的咖啡？社区的咖啡。社区的咖啡哈。好，那你就继续在那边努力，专心致志的冲着咖啡哈。我们先谢谢薰云。跳下呢，了解咖啡沙个沙种记录讲道，记录个咖啡。学生儿助兴社团来泡咖啡，本大家啉，很感觉咖啡个来源都会从沙起来个，其实这种很特殊的。直接是由学校跟社区的产业做一个结合，了都其他向前看到很难得咯，就会加了引出个配合。好，透过按用家己个桥段，安尼看到其实学生啊，你也开始做当今个工作，希望将高咱开始来发芽哈，让我们的产业可以生根。安尼两片都到现场国开放，安尼个向前朋友啊哈。请问大家对了下白沙布会发展各种嘅产业观光，还有引出配合，有嘛个问题也意见会表达出来冇？目前吼，因呢个状况吼，有按好嘅环境吼，但是嘛有以好嘅人，但是年纪拢较大些咧，你就欠迄就后生嘅啦。用白人为人妖咧后生嘅以外吼，那己有法度审判嘛吼。了个最大嘅诱因啦，其实没有法度以外，过来就会讲，因即家吼带你嘅人吼，带出了菜梯嘅人吼，因你算讲台16线啊，了交通实在无嘛个以好啦。因即家做个用路呢，就强强嘅啦。唔看讲了摸杯嘅银行，唔看佢咁要来。吼，了所以讲了路嘅部分吼，了这一点啦。咱人才呢？为转来向方，因来了在大兵，我也希望呢，商业单位呢，老人较熟到的，吼，可能老人天数那样型。借这个媒体，能把我们民和村的产业，有咖啡、桂花，还有我们的过猫，这个产业能配合我们接我们的观光，尤其现在呢，我们的交通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极力的在争取哈，那个103年就是今年开始哈，6月就是开始动工。我们这边还有计划有2个隧道，今年度开始动工的话，就106年的话，我们就会完工了。106年就快到了，在3年哈。那个隧道是要通到哪里？就是通到台21线，这一条是台16线，衔接21线，就是往信义的方向哈。尽量都是把这一条哈先弄好的话。我们地方的产业都是靠这边的来运输嘛哈，尤其以后要开发这个观光产业的话，也是要把路要先弄好的话，观光客来的话比较安全。南投县是最大的生产咖啡的县市，我认为是说，我们上级单位是不是能够把它拿来我们南投来做评价？对对对，你是都了对你的种咖啡没有好处？因为它的评鉴的时候，那个曝光率电视采访都会。大部分都是在报道，所以说会对我们这个产业会非常的有帮忙。就是说我之前有听过说南投县有想要办评鉴呐，就是说能够拿回来谈我们因为南投县是最大的咖啡的产的县市，假如拿来这边来办理评鉴，我是
这都是最恰当的。好，非常感谢大家向前提出一个问题，眼皮抢推党那边的走回应，提这问题，你就先问隔壁3样好嘞。农业处的这个吕科长，我想请教，刚刚乡亲提到哈，这个透过评鉴比赛啊，农民当然一方面可以知道自己在全国或者是整个全南投县，他自己的等地啊级次是在哪里，好做改善；二方面也可以通过专家的建议来知道说自己的栽种技术也好，或者行销包装上也好，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改善。我们既然南投是种咖啡的大县，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声音跟需求，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回应他们？近年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全国都有办理那个咖啡评鉴比赛，然后去年是由嘉义大学来举办，那我们也尽量在争取。那今年我们都在我们的境内办理那个咖啡节，甚至配合我们的茶叶博览会设置一个咖啡专区，办理那个咖啡的推广活动。那至于咖啡评鉴的部分，我们本府会尽量争取办理。那目前办在我们自己南投县全南投的咖啡产销班来评鉴。对，其实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有在办理，但是因为可能是我们的资讯不够，不够让大家知道哈，所以我们在函醒公所跟农会的时候，也请农民踊跃报名参加。所以你是说，包括今年度，因为现在是1年之始嘛哈，今年度也有我们南投县的咖啡评鉴比赛。向总爱有现抢问，结果你寇总要讲多咖啡节，现在什么社头袜子节，现在看到什么各种的凤梨节、梅子节，一大堆的节庆都结合在地产业，这种文化包装产业把它绑在一起，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你要奉献，你向讲的时候，你都慢慢临近哈，你要走动作事情，你还没做得呀，做得采两片采提的推动。关系到印尼俩咖啡吼，我想吼，印尼水里乡吼，首先印尼的班长伫个讲吼，印尼水里乡你也种的吼，差不多26甲吼。实在吼，印尼水里乡印尼七甲公所农业科了片里面做咧判啦吼，印尼先判一下吼，本掠了种咖啡掠了吼，对基点七甲的信心吼，就增加他的信心。你讲判比税啊？嘿，印尼吼，印尼评鉴判比税吼，按本基点就信心吼，按印尼掠水里乡掠判了好，印尼全国咧参加伫。全南挑人的，南挑人政府今日判吼，因为水里乡伫水里乡乡公所先判，含去人政府去勘慢判吼，因为两位吼，那就比赛千差不多3名的吼，伊来参加的吼，我想安永兴吼，袂对因为俩水里乡的咖啡的产业吼，袂对基点吼，掠到咖啡农吼，基本。就较大的信心嘛。韩卡线上老师，唐头你乡村吼，见面都提出很多个问题，你唐头了哈，你做得有嘛个建议系做得切切本基调有好处的哈。咖啡哈也都台湾哈，其实像云林古坑啊哈，台南台东都在发展哈，所以它也是一个很竞争的产业哈。但是人家台湾咖啡加有势比哈，实在是以后是东乡与东市哈。可能条件的关系，故说我建议下咧吼，也大部分咧，可能安尼体验的部分吼，可能要走来增加吼。第一个，譬如讲，有办法游客来加带佢去看咖啡树、摘咖啡，吼，带佢去烘焙咖啡，还是走实际体验两条路哈。实际体验，对，以后给游客哈。自然会去帮你宣传，所以我们这里可能要有更多的转型了哈。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学习哈。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可能还在走到2级制造而已哈。那第三级的服务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做出来。那老师你觉得哈，在我们的巴萨布最欠缺的那第3级的是什么？有观察到吗？我们的应该这样说哈，我们这边好山好水，地灵人杰哈，桃花源也是秘境啊。这个会吸引很多人。我从发展观光看起来，就是产品的设计，还缺少了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元素材料在那里哈，那很可惜就是还没有经过包装设计啦哈。就像咖啡，你从生产一直到制造、体验、品尝咖啡，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过猫哈，再结合我们的桂花，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才会吸引游客，那才会变成第3级的
服务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只有1级、2级，我们的3级目前呢，可能是未来我们学术单位也好，我们的公所、农会、合作社，还有我们的农民哈，可能要一起来努力的部分。这个其实不是很难，只是观念改了以后，改一下就做得到了，技术都是都有了哈，这个都不困难。非常感谢线上记到到台家一个兵妹哦，就是讲那个包种冻虫药。对下，你讨论到安度吼，讲到那个白沙布蔬菜吼，那个产业已经了下讨论到了下没问题咧，大家的品质都一定好。是啊，交通啊，还有那个景点个纯连度冻虫药，世界一只水里的米仓那个白沙布蔬菜去倒带吼，用个纯连，了可能是大家一个大哉问，也是大家的大功课哈。你看到其实了下民福村白沙布吼，世界一只种挑150啥个见面，这个景点很顺唔会少哦，所以讲用个建设吼，从跳下向青椒讲到，是不是有自行车步道？那个利用的方式，给下到汉卡多改背包客、单车客，看到那个总结个蔬菜过猫园，你慢来为慢在种挑都看到，是不是像我们老师讲到的，可以结合体验农业的奉献哦，不大家是几类熬，是几类煮。增加农民的收益，然后你也看到，你个合作农村都才了大不台16线哦。跳下你特别就讲，南白嗰3年过后，然后推16线为增加2个泵控，南白又连接到连外道路，本来个交通同时很靠环境，你系大得起台个，喺你韩国看到吼，咖碧染，也看到有桂花染，唐宫啊，你个白沙布有4大园区啦，当然咖啡园、桂花园。还有我们也知道竹园，这个很特别哈，我们在这个画面影片也可以看得到，那个竹园它一步一层丝啊，那个竹园也很美。松园都会看到啲洞嘅洞隙，还有看到一个文物馆，都会希望所有嘅景点通通结合起来，本嚟世界而家种挑那个白沙布，本所有嘅全台湾嘅乡亲都看到哦。呢呢，我跳过一段样片，我们大家看到，其实呢，那个白沙布哦。跳过讲，那就是客家种挑啊，又动到个行业都带到了大无，伊也叫一个农物馆吼，像是客家文物馆，用形式个馆呐，你咧看叫嘛个特别个位数。了片个白沙布个客家乡亲大家都阿忙手牵哦，老屋下所有个农业用个加辣佛各种个香菇机啦，也系讲这个打谷机啦、除壳机、通旁又还有露天式，跳过嫁妆印牛车，民国5、6年退个时间吼，那个阿公阿婆记到个家种吼，都全部都手冲起来，因为也看到其实吼，了白沙布客家梅冻妞，了大不个客家乡亲大家冻大饼，上会引炒出安样个客家奉亲本大家看到，所以有了解吼，大家看到一个动分去吼，你暂时了到文物，不过呢，你也看到了到文物个东西，了下可能系有观察咧。不过用于投篮么，有开放事件么，有本大家地，了有那个白沙布有文物馆好看么？你个客家乡亲朋友对你个白沙布，你下经历减少了讲每个人，还有你个文化天天的问题，你对吼，还有嘛个欣赏法会讲诶，加了几位啊，卡少咧回应。当感谢应该客家电视台吼，来我哋呢白沙布按3度吼，也来让我哋推销出去，我真感动，因为我收集嘅文物吼，90年之前就几10年都收咧，家当到个收个哈，就2边有。发通哦来电缆，然后就是你体通个吼，讲到我流氓节，大家乜个东西都砰砰出嚟，砸快枪枪，不吹，爱手一台一台再转去。哦，安有心咧吼。哦，家下我是合作农场个理事主席啦，所以讲嗰条理事嘛一赞成来标嗰条东西。啊，你下吼，你跳下也有看到，你有农民乐团，吼，你也有客家文物馆，吼，啊，大家也都上网咧出见做咧客家文化。你下客文化又办通发季，你那边水利行也有通发没错吗？也有办那个天川日、客家日，你有上过结合了到建议，吼，你老那个客家文化就做得结合咧办么？啊，用长较多人地呀，系安样么？你啊哦，我较心肝都较遗憾的个。文物馆400人方的东西，啊，让摆到200人方去呢，因为太细件啦，标不落，标不落啊，像我知道真有准。那我一方我就会有做个客家母语，
母语个小老师啦。哦。国小国中啊，有一个教。有一种都亲从的感触。嘛个感触呢？七七末落体，因为四川人都唔讲学啊。真少。也是讲建议因学委会那下乡来讲高下上心哦，大家会非常做转来。种下等就讲可能就无乜个意有效果。所以他的声音有加工，他不会长幼好啦吼。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会提出嘅问题意见的么？请举手。其实我讲个种桂花啦，吼，种了个咖啡啦，你疏罕了个土地的问题啦。因为了树群吼，拢种保留地，保留地其实熟悉的伊，你爱种无法度。木结嚟只看你，你也该吼，你个商业单位吼，可能想办法。将了条铁来有法度来开放，本了条有法度来种架条的，用这样有法度啦。你马个东西哦，都要有个先前的规划，莫个用清菜都做落去吼，七难八都唔上东西啦。所以我希望大家吼统一调心，来做，再希望了商业单位了个保留地，再做来开放条的，较平的所在，较支持当然唔好啦吼，较平的所在。开放本地的百姓去种条咖啡也好，种条桂花也好，用这样有发展的机会啦。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去提出你嘅欣赏。好，我开放还有其他嘅乡亲朋友，各位补充意见的吗？我建议那个林务局哈，开放刚才不是说保留地吗？我们要就是说给他种树，一边可以种咖啡，那中南美洲不是有森林咖啡吗？那个越南有雨林咖啡，我们开放给人家造林，然后呢顺便种咖啡。过去都是种槟榔嘛，那假如说开放种树，树下可以种咖啡，树和咖啡能够共生，就混种共生。那个农民有收入啊，然后呢造林一边就是种咖啡，这样就是我觉得是。请林务局能够把这个开放出来。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走出来个问题哈。当然，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吕科长。刚刚湘西们就提到，其实像热带雨林咖啡，它也是一种公平贸易的一种精神的价值啦哈。因为可以在有遮阴的情况之下去耕作农作物。像这边其实我们水里乡还很多都是保留地，这些用地取得的问题，是不是在耕作上可以将来为了要扶持产业，可以有一些放宽或权变的办法？这方面也请你做一个回应还有总结好吗？对林务局这一部分啊，因为是山坡地保持问题，那其实林务局目前也是很善意的在回应农民的心声。他们上个礼拜甚至来到了我们县政府，要来试的来说，你们所谓的森林咖啡、雨林咖啡，因为我们南投县其实咖啡都种在山坡地，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产地标章的问题呢，大家也是要在合法的土地上来申请，才可以申请得过。那目前南投真的很多土地都是面临到林务局还是说山坡地的范围，那就是现在已经我委托那个试验单位在做那个咖啡，还有一些作物建作的一些试验，所以我们也是尽量辅导农民能够。在合法的情况下，取得去种植这个咖啡。好，非常感谢寇总，了解然政府农业处理片做个回应哦。向总，你启动呢，向前讲出多个问题。其实因为巴萨布的保留地实在跳过因为巴萨布的保留地，种树树啦种香猫啦种茶叶啦了拢青岛啦拢青岛，但是因为都是了保留地因为的政府来。保护得太紧了保护得太紧了。记住因为了保留地人党因为偏田因伫大地了尾，记个从里下了台，夹把夹棍做的到里下人党为做了本期基薪本期的生意呢，海上做得但是对因里下因为巴萨布两片的保留地里下是。委托我们水利乡公所啦因为公所两边管啦他们讲记住是人民会两边来保护得太紧了保护得太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子弟吼，给他们再继承下去。所以你就会立创也系希望做啲开放产业啊。希望佢吼，佢俩保留体做得吼，因为人民局吼做得本来평田因伫了位，大伫了位的因，伫了位种的，加讲的，加霸种的吼，做得吼，过户给继承给他的子弟这样啦。好，你系当问题，他甲跳下乡亲也有公道啦吼，你甲他甲博物馆吼贴细啊贴合啊吼，你他维护个字眼，你他甲事务库个字眼，你用会得吗？地方了未就土地吼，你来公所里。因会该来媒合一下，像你该因个客家委员会哦，来建起俩政府要认同做得啦。好，准备交本教授。真欢喜来参加今次出面台费哈。有3点吼，分大家鼓励个建议啦。第一点就讲，做观光研究以来哈，我发现巴沙普个地方吼，资源条件一定会比台湾其他多地方吼。来都较有优势啦吼，但是呢，建议他假如讲，也来恁样的设计吼，体验的发通，吼，带都市的人客来，吼，来体验，安尼产业才有办法升级吼，安尼事业才有办法较大吼。第3个可能要不能政府部门来建议呢，第一个就讲，可能要同学术单位来合作，吼，我就来上课，吼，讲我们马上都休闲农业，哈，马上都客家文化观光，吼，用我的设计产品，吼，可以来安排来边上课。天个做带大家出去看看的啦，吼，当到社区啦，当到农业也发展到以后的吼，带出去看看的，大家就用我来做啦，哈。我想我3点。好，非常感谢教授去做个创富丰富个分享哦，做得相互交流哦。其实呢，你都了达要真紧动发去，你个水里向个巴沙布阿曼酱哦，那个教动数个入要白白点哦，吼，都有那个浪天世界个感觉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全面台会读巴沙布个讨论，感谢大家，祝福大家都平安快乐，巴沙布个乡亲也平安快乐，新年快乐，再会。